咱个新闻来关心行的安全，相信咱乡亲知影讲，这个人行道袂当骑脚踏车。伫台中七期有一间明星高中，有真个学生也要骑这会骑这 U bike 通一期呢。伊毋过因为这个作用站设伫人行道，有真个学生呢，车一个牵就直接就骑。毋若高中生尔，有民众捌看到 U bike 公司的员工是哪牵哪骑，佫有小学生险险被弄着。高中校长是表示讲，下设告示牌禁止教官卖宣导。 学生伫人行道骑 U bike 赶要去读册，速度有紧有慢，不过人行道嘛有行人造成人车抢道，真危险。警察接到通报，来到台中一间明星高中外口的人行道，家伫人行道骑 U bike 的学生抓来，不过以可能为主，因为在人行道上面骑脚踏车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了，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要像这样用牵的。 脚踏车给你牵，应该可以吧？为什么不行？其实这样子是违法的，所以造成危险。哦，真的哦，是哦。我觉得有些不是完全不知道，但就会贪那个便宜吧。不知道说人行道是不能骑 U bike，就是如果比较大的人行道，它是可以建议说。 有一部分它规划成那个 U bike 的车道，让小朋友可以骑。民众大部分唔知影伫人行道袂当骑车，不过学校外口都有 U bike 租车站，真侪人为了方便，会直接骑去人行道借车行车。那我们有设了这个迂回式的这个栅栏，也就是说让民众跟学生在骑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，他不得不一定要停下来。学校强调会伫人行道设经示意和栅栏。自行车不得行驶人行道。 违反者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所条例》第74条第1项第5款，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警提醒，虽然 U bike 租车站设伫人行道，民众借车了后，拢会直接骑车就离开，或者是骑去人行道行车。不过，这个行为拢已经违反交通法规，会罚款钱。